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天狼美食呢個頻道，我係杜師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一個就係豬肉餅炒榨菜。材料：已經拌好入味嘅豬肉餡260克，榨菜2包140克，油、糖、生抽各適量。如對豬肉餡有興趣，請關注視頻結尾嘅推薦。謝你不作介紹啦。中慢火煎至兩邊金黃色，加少許嘅開水，蓋蓋2分鐘左右即可。慢火將榨菜炒乾身，放少許糖、生抽，家常菜，非常簡單，好下飯，老少咸宜。謝謝你嘅分享，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